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话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来到了咪咪笑讲客话微笑说客语的时候喽。如果你看到路边有一大堆的桌子摆上了红桌巾，旁边有一堆人忙着煮东西摆碗筷，你知道做什么了吧？对，闽南语我们说办斗，是不是？就是有人要喝喜酒啦，办喜事咯。客家话呢也有这种说法，也就是要请客。请客的客家话叫做呛宁哈。来跟我念一次哦，呛宁哈。那么不你呛给你，就被请的人呢，就叫做宁哈。刚好呢，我们看到国语叫做客人，客家话是倒过来哟。因为你说客人哈你，就变成客家人。像俺妈哈你，我也是客家人。客家话说的宁哈呢，就是我们说的客人的意思。宁哈是颠倒的哟。好，再来呢，如果说我要去给人家请的话呢，是本引抢。本引抢，我是给人家请，我要去当宁哈，我要去当客人的意思。好了，所以要先搞懂呛宁哈，然后宁哈本引抢的用法，才不会主客颠倒而闹笑话喽。好啦，所以呢，有时候主人诚意的邀请啊，那你被邀请的客人，你不能空手去嘛，空手到不可以哦。因此呢，你除了穿得很得体啦，像有时候说，哎呦，给不你做嘛呢？做到暗夹，然后不你呛啊，今天干嘛穿得这么暗夹呢？就是这么漂亮呢？我说我要不你呛啊，我要去给人家请哦。这时候也别忘了手上要提个什么呢？带个礼物或包个红包，而这个东西呢，礼物就叫做等路。我带的等路，等路这个字跟我念一次来，等路。等路就是 gift 礼物的意思，这样才不会失礼。失礼就是失礼哟。所以我们说做每个要记得带等路哦，回娘家的时候要记得带等路，意思就是指礼物的意思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学到就是说不拧呛，呛拧哈。拧哈这些说法怎么说？也别忘了，我们要带去的这样子的礼物叫做等路。很好，你说的不错，因为你很用功。别忘了每天都要收看咪咪手讲客话，中午了哦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